歡迎大家嚟到白羊座新月嘅抽牌，咁我哋而家就先嚟解抽到左邊神諭卡嘅朋友需要知道嘅訊息先。左邊嘅神諭卡係狗仔啦。似乎咧呢組嘅朋友咧都有一段時間冇好好咁樣照顧下自己嘅感受啦。因為咧通常抽到9牌咧，佢都係提醒你，係時候咧做啲嘢對自己好啲啊。無論係化個靚妝先出門，令到個頻率高啲，定係夜晚返屋企會浸腳，或者帶自己去食一啲健康嘅食物，滋養下個身體，做下 facial。過往咧，你哋起碼呢3個禮拜啦，工作方面咧，你哋太長啦，或者擺得太多力氣去照顧其他人。咁我哋嚟睇下呢個白羊座新月照見咗你乜嘢內在嘅創傷先。哇！第一張係呢個高塔牌 Tower。我諗左邊呢一組嘅朋友咧，喺白羊座新月應該都唔係應該，已經爆炸咗，就係有可能係面臨緊一啲好重要嘅抉擇啦，或者亦都係發現咗一啲積累咗好耐嘅嬲啊、冤屈啦，喺呢一個新月咧爆晒出嚟，覺得點解咁耐以嚟都冇人聽我講嘢，冇人認真對待我講嘅說話，淨係識叫我做嘢，都冇人欣賞我嘅付出，blah blah blah。聽到嚟呢度咧，我都覺得好頭痛。我只能夠同抽到左邊呢組牌嘅朋友講一聲辛苦啦。過往你哋真係好努力喺外在嘅世界去證明自己嘅價值啦，希望自己嘅付出俾人睇到啦，但係可惜都真係你身邊嘅環境唔係咁多眉精眼企嘅人咯，你身邊嘅人都同你一樣，都比較耷低頭，自己做自己嘅嘢，所以你都喺過往呢段時間，我諗少少地3個禮拜、3個月，你都冇乜遇到一啲好明白你感受嘅人。好，咁我哋嚟睇下呢個白羊座新月有啲咩能量可以幫你療癒呢個情感創傷。Death 嘅牌咧就提醒你，我諗呢個 weekend 啦，即係今日、聽日、後日呢3日，擺多啲時間獨處啦，盡量可以請假就請假，盡量可以做少啲公司嘢就做少啲嘢，試下打下坐啊，一個人行下山啊，俾一個獨處嘅時間自己去面對下頭先提到嘅嗰啲已經嚟到你面前嘅情感嘅傷口，唔好再扯啦。一來而家咁多嘅能量喺火元素嗰度，即係而家有7粒星喺白羊啦，跟住天王星又就嚟換星座啦。其實好多資訊好混亂，
好多人都好嬲，好多人都一齊爆，所以如果你一齊搶咧，你會覺得徒勞無功咯，同埋越做越棘。咁倒不如借住白羊新月呢個能量，俾一個新嘅機會自己。反正都係一個 weekend 啫，俾自己去靜落嚟睇下，我要點樣對待自己先覺得生活得係舒服，或者唔好話舒服，你要趁呢個 weekend 去靜落嚟分析下，你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先叫做活出你自己咯，係啦。你要去整理下，你想活出一個乜嘢人生？點樣先叫做代表到你自己？咁然後我哋睇下未來新階段係點咯。未來新階段咧就當你咧慢慢去到做真實嘅自己咧。會有好多人閒言閒語嘅，即係好多人唔習慣點解邊個以前唔係咁，但係而家又咁樣做嘢，即係譬如可能你如果係返工嘅，你會幫少咗啲同事做啲係佢哋嘅工作，你會 focus 返喺你自己嗰度，你會開始拒絕其他人。起初咧，你會覺得行呢條路係有啲孤單嘅，但係請你即係你要望住自己咧嗰個真正想過嘅生活嗰個 picture 去行，而唔好俾當下呢一兩個月，因為你嘗試咗新嘅生活模式，嘗試咗去開始會出真實嘅自己，因為有人講你閒話而退縮咯。你要望遠啲 ，keep 住慢慢行，跟住你真實嘅感受。咩叫真實感受？即係譬如你返工，同事將佢嘅工作 pass 咗俾你做，當你望到個 file 或者聽到嗰個請求嘅時候，你直覺覺得呢樣嘢唔係我做嘅喎，咁你就擰頭 say no， 答佢話你唔得閒，你做緊自己嘅嘢，甚至乎就算你好得閒，你都可以話，我想唞下，或者係甚至你可以同佢講呢個唔係我負責嘅嘢，你自己做返。咁當然你可能可以用一啲婉轉啲嘅方式啦嘅表達方式，但係就拒絕咯。拒絕一啲唔屬於你嘅責任，好似呢隻狗狗咁講，你要對自己好啲啊！咁而對自己好啲嘅第一步咧，就係望住真實嘅感受，而同呢個世界外面嘅人溝通，唔好再做老好人，唔好再證明自己嘅存在啦。因為咧，你要向小狗學習。你諗下，平時啲狗仔，就算佢唔會好似貓咁幫你捉老鼠，唔會捉曱甴，佢就咁瞓喺你隔離，其實你都唔會覺得隻狗仔冇用噶。只要佢存在喺你屋企，或者你喺路邊見到一隻好可愛嘅狗仔，佢向住你揈下尾望下你，你都覺得開心咗咯。咁就正如你一樣啦，你要去 focus 喺你真實嘅感受，一步一步去俾其他人認識真實嘅你，唔好嘥咗呢個咁難得嘅白羊座新月能量啊！你睇到呢度，如果有需要做個人占卜咧，可以 DM 我啦，或者係喺5月可以去探我嗰度。一個探星期日啦，去揾 Freya 做 face to face 嘅抽牌啦，甚至係其實 online 都可以幫你抽嘅。我哋可以用WhatsApp 啦，可以用 Zoom 啦咁樣。好，抽到中間呢個
神諭卡嘅朋友咧，睇下係咩動物先。係呢個熊貓啦，咁通常抽到熊貓咧，我哋就會同個當事人講係時候要照顧返生活上面嘅界線啦，即係無論係工作同埋玩嘅平衡啦，你身體同心靈嘅平衡啦。好，咁就睇下白羊座新月，你係咪平衡先？其實 Five of Cups 逆位都幾好，你應該啱啱退完一輪，喺一個低谷嗰度慢慢行緊出嚟。同時咧，你應該係喺你嗰啲低谷嗰度咧，有睇到一啲新嘅轉機，所以令到你個人咧就睇下喺白羊座新月有咩改變先。白羊座新月咧，你就隨住你睇到新嘅轉機，你就冇以前嗰幾個月咁灰啦。你係時候白羊座新月呢3日咧，你應該會覺得自己好多嘢想同人講，唔係想，直頭係諗完就講，諗完就講，講到咧容易同人哋會有拗撬啊、辯論啊、嘈交都唔定，就係17、18、19呢3日。主要係傾返啲以前你覺得唔鋸嘅嘢啦，可能係你以前咧孭咗一啲唔係你做嘅嘢，譬如喺屋企啊、喺職場啊，或者喺感情裡面啊。如果抽到熊貓牌，我會覺得你呢種唔鋸應該係喺感情裡面嘅。無論你係男仔定係女仔，可能你過往幾個月有啲太照顧你嘅伴侶啊，俾佢侵入咗你嘅界線，即係你湊佢湊得好多咯，你又冇乜頭。咁白羊座新月，你開始重視多咗自己嘅需求，咁你就會將你嘅需求講出嚟，咁就有可能同你嘅伴侶啊，有拗撬咁樣咯。但係都係健康嘅，係啦，因為畢竟你係依家情況咧，係睇到一啲轉機啦，你係想去嘗試各樣嘅新開始，先會咁樣坦白同你嘅伴侶講嗰啲你裡面嘅諗法咁樣，先會想人哋正視你嘅需求。白羊座新月之後嗰個新階段咧，就係你會有啲攰嘅，即係有啲咧拗嘢拗到咧，已經覺得哇個人好攰啊，喉嚨好攰啊，四分五裂啊咁樣嘅齋咁樣。但係咧，同時係一個好嘅開始，就係咧，你見就算你手手腳腳都斷晒啦，但係咧，你個人其實好融入一個好啱你嘅顏色嘅色通嘅世界。你個人越嚟越表達自己，雖然係攰，但係你開始分到嗰種，你睇下好對應嘅熊貓本身又係黑白色，跟住。而家講緊白羊座新月之後呢張 Page of Pentacles， 佢又係好多黑白色，所以就係講緊咧，當你個人越嚟越識得尊重自己內心同人際關係嘅平衡咧，其實你嘅界線越清楚咧，你個人咧係越突出啦，即係人哋越識得點樣尊重你嘅，知道你嘅界線。所以唔好介意咧，頭呢2-3個月係要講到氣咳啊，講到好攰啊，或者好忙啊咁樣去做好多嘢俾人哋認識，真實嘅你嘅諗法啊，真實嘅你嘅界線啊，係攰嘅。但係你見到咧，當你好似熊貓咁樣去清晰咁樣表達自己嘅真實嘅顏色、真實嘅性格、真實嘅規矩，
個 sculpture 咧，就算佢冇腳咧，佢唔使腳踏實地㗎，因為其實佢嘅界線、佢嘅性格、佢嘅保護色已經支撐咗佢成個人。所以抽到中間呢副牌嘅朋友，你哋要加油，因為白羊座新月可能令到你好攰，講好多嘢，諗好多嘢，係咁同人困過。但係咧，你會成就住新嘅自己，你會受到更加多人嘅尊重，更加多人會認識到真實嘅你。所有嘢呢個攰都係值得嘅，係啊，因為你將會成為一個越嚟越身心平衡嘅自己咯。咁中間呢副牌就講到呢度先啦。如果有需要做個人占卜嘅話，可以喺 IG 嗰度 DM Freya 啦，或者5月嘅時候去西營盤探我做面對面嘅占卜啦，或者係 online 用 WhatsApp 用Google Zoom 去做線上占卜都得嘅。我哋再傾。Happy New Moon， 多謝，拜拜。好，抽到右邊嘅牌嘅朋友，睇下你嘅動物神諭卡係咩先？哇，好靚啊！白羊座新月嘅抽牌，你抽到蝴蝶 ，Take the leap of faith。睇嚟抽到右邊嘅牌嘅朋友，你哋都有準備好為自己嘅信念而飛出 comfort zone 嘅情況出現喎，恭喜你哋！睇下你哋喺呢個白羊新月展示嘅情緒創傷係啲咩？對未來有太多嘅擔心，而呢種擔心係嚟自於之前一啲失敗嘅經驗。你係時候要放低嗰啲失敗嘅經驗，趁住呢個白羊座新月咧，幫自己畫一個新嘅藍圖啦。plan 下去到即白羊座新月之後，進入金牛座嘅月份，即係4月尾去到5月尾咧，其實你想落實嘅計劃係啲乜嘢？有好多嘢諗，好多年嚟你都有一種不安，對自己唔敢相信自己做得成一件事，尤其是嗰件事係你心目中嘅目標，你真係關心嘅人事物嘅嗰啲事，你會特別唔相信咯。咁但係而家白羊座新月就提你已經大個咗啦，你已經有足夠嘅能力去實現你內心嘅藍圖。只係你需要一步一步去做，就好似個顏色盤咁樣咯，用唔同嘅原色去砌，慢慢砌一筆一筆咁會有好多唔同嘅畫嘅 scenario 出咗嚟，唔使掘住一個點，掘住一個光源而擔心，因為咧其實真正嘅資源，真正落實你嘅夢想嘅資源都喺你手啦，就係嗰啲顏料啦，同埋你後面嘅一片綠色啦，所以記得咧要跟住心嗰句而做，唔好話因為你嘅目標好遠大，所以就幫自己打個8折，覺得不如 set 低啲個目標啦。最緊要跟心嗰句，趁呢個白羊座新月咧，聽下自己心嗰句，究竟你嘅藍圖有幾大 ？plan 下佢，寫低佢，甚至畫低佢咯。畫出嚟，可能你嘅藍圖都會清晰好多。咁睇埋呢個白羊座新月，你而家
內心係覺得其實恭喜你喎，因為其實呢張牌如果打直咧就係哇盲咗啊，即係好盲目去固步自封啊，咁但係你而家係調翻轉咧，其實你係將自己抌出緊個 comfort zone 啊，見唔見到啊？好勇敢喎，其實蒙住對眼你都係抌自己出嚟，你好想被看見咯。嚟到白羊座新月，你會有一種衝勁，會覺得唔得，我一定要俾人知道，我嘅信念，我要俾人知道。譬如你而家係做創業嘅，或者你做副業嘅，你好想俾人知道，你個 IG 好想俾人知道你當生意，甚至乎可能好想俾人知道你。轉咗新嘅 outfit，係你今次白羊座新月好想被看見咯，咁所以你會有好多同以前唔同嘅思維會轉變咗，即係以前可能你傾向會匿埋啊，會冇乜自信啊，但係而家白羊座新月嘅能量去推動你咧，就係唔使驚啦，就係要走出 comfort zone， 就係要將過往嘅 mindset 抌晒，從頭嚟過。而家就係你 show time 嘅時候啦。咁睇下白羊座新月之後，你嘅新階段會係點啦？即係右邊呢副牌嘅朋友咧，左手邊嗰副牌嘅朋友嘅能量有少少似，你哋咧都算係一啲好容易俾人留意到啦，即係好有話題性啊，好容易招小人，又好容易招 fans 嗰啲體質啦。咁右邊呢副牌嘅朋友咧，就係 Tower 話俾你聽，只要你循住剛才講嗰樣嘢，就係白羊座新月擺低舊有嘅諗法啦，多啲被看見啦，無論係多啲俾人睇到你嘅 outfit， 俾人睇到你嘅諗法，俾人睇到你嘅存在，你咧會好容易成為話題人物，好容易係有事業嘅突破咯，甚至乎內心精神上嘅突破都有可能有嘅，即係有可能係你嘅男性面同女性面開始有新嘅轉變，即係如果過往係男性面過強嘅，白羊座新月之後咧，可能女性面會爆出嚟啦，會比較鍾意，會比較主動去表達你嘅感受啊，個人感性咗啊，多啲接受人哋對你嘅好啊，但係亦都有可能係想辭職啊，想立心開創自己嘅一人事業啊，創業啊，甚至乎攞辭咗先啊，都話唔定嘅。咁翻嚟頭先蝴蝶呢個能量啦，咁又會想提翻右邊呢副牌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想喺白羊座新月之後辭職創業，做自己鍾意做嘅工作，我會提議你放低自己嘅恐懼添啦，即係好似呢副牌咁，循住你嗰個信念去做啊，慢慢做，向蝴蝶學習，蝴蝶咧都唔儲糧嘅，蝴蝶淨係喺花間飛嚟飛去，show 俾呢個世界睇佢本身嘅顏色有幾靚，咁佢已經會攞到佢足夠嘅資源去飛嚟飛去，即係都唔會因為佢唔儲糧而餓死嘅。咁所以如果真係有興趣係
喺事業做個新階段嘅，俾啲勇氣自己，相信自己本身嘅 talent 啦，相信自己本身就係靚仔靚女啦，自己本身就係容易吸引人注目啦，咁就循住你嘅內心嘅感受之外，循住你嗰個 plan， 循住你嗰個創業嘅理念去實踐你嘅生意，去開創你嘅事業。咁就如果呢個係大眾占卜，你覺得太 general 咧，可以 DM Freya 去做一個個人占卜啦，就幫你嘅新階段做一個更加詳細嘅分析。咁我哋都可以做網上占卜嘅 WhatsApp 啊、Zoom 啊，或者係5月喺西營盤探我咧 Freya 都會做面對面嘅占卜 service， 咁你都可以 DM 我做預約都得嘅。好，多謝你睇到呢條片，睇到呢度，Happy New Moon，拜拜。